翻返嚟新時間，消息指行政會議已經審議並且接納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建議，限制辭職嘅議員半年之內唔可以再參選立法會。農曆新年假期之前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消息話行會審議並且接納咗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嘅修改方案。政府早前建議嘅遞補機制，即係當有立法會議席出缺，無論係因為辭職抑或係逝世等嘅原因，都唔使補選，改為用喺嗰屆選舉落選人遞補。消息話，基於市民反對，當局放棄遞補機制嘅建議，日後立法會議席出缺，保留而家補選嘅做法，但係就限制辭職嘅議員半年之內唔可以再參選。當局稍後會公佈詳情。政府提出修例係針對2010年5位立法會議員辭職之後參加補選，提出變相公投，要求市民就政改方案表態。政府認為係漏洞，需要堵塞。因為咧，任何一位嘅超級議員去請辭咧，就即時咧會引發一個全港九新界嘅補選，係300多萬嘅登記選民係喺500多個嘅投票站咧係嚟到去進行呢一場嘅補選，亦都要動用好大量嘅公帑。政府推出咗遞補機制，最初堅持唔使諮詢，經過大律師公會4度發聲明反對，學術界聯署表達不滿，又觸發多次遊行。政府之後為增補議席安排諮詢，政府話回應嘅市民比較多支持限制辭職議員喺某個限期再參選。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道。鄉議局就政府限制新界村屋高度問題通過撥款25萬，研究同政府打官司。喺鄉議局執委會上，有執委話唔少村民陸續收到政府嘅告票，指村屋高度超出限制，認為鄉議局應該以法律訴訟同政府抗爭。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新界傳統權益受到保護㗎嘛，通過50年嘅生活方式不變啊嘛，呢個嘅精神咧，呢個係法例嚟嘅咯，係以呢個基本法嘅為基礎啊嘛，香港嘅法例。如此整嘢都要傾住200-300萬，不如可以攞錢出嚟同政府打場官司，漂漂亮亮，贏就贏，輸就輸。亦都有人針對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行政會議成員嘅身份，要求佢要以新界村民嘅利益為依歸。喺呢一單嘢呢，我希望你老人家放低行政局個人員嘅身份，以鄉議局主席嘅身份行出嚟，同香港政府講句，唔好搞我新界。如果佢覺得我辭咗職之後，你新界所解決到問題嘅，我可以唔做啦，冇乜所謂啫。大會最終通過撥款25萬，委任大律師研究以基本法第40條維護新界居民權益嘅條文，阻止政府拆僭建物。鄉議局啦，為咗起呢一棟新大樓啦，目前係負債大約5000萬。咁為咗支付呢一筆債項啦，鄉議局亦都通過出售位於九龍塘嘅舊局址，作價係1億9300萬。無線電視記者詹田榮報道。民主黨中常委馮偉光聲稱早前喺台灣被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打傷嘅事件，黃毓民承認曾經用手指指向對方同埋扯對方外衣，但係強調冇打到馮偉光。人民力量表示，由佢哋拍攝嘅短片可見，當時立法會議員陳茂波曾經分開黃毓民同埋馮偉光。黃毓民表示，民主黨成員狄志遠當時喺佢旁邊安撫佢，又表示如果佢確實揮拳打人，狄志遠會指正，但係對方並冇咁做。呢個我好老實，係咪？我係打佢唔到，好遺憾。OK， 係咪？即係其實當時嘅怒火就係咁啦，但係事實上係冇打到佢咩？我咧一路都係手指指，我都克制自己唔好喐手啊，係咪？亦都喐唔到手，佢高我咁多，跟住陳茂波喺前邊，幾個人攔住點喐手咧？黃毓民表示會慎重考慮係咪參選下屆立法會，以及唔再擔任人民力量核心成員。喺人民力量嘅工作上邊咧，我哋係會退場，希望人民力量唔好因為黃毓民個形象咧係受到更加嘅大嘅損害。而民主黨中常委馮偉光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轉達要求國民黨將可能拍攝到嘅事發現場情況錄影帶交出嚟協助調查。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廣東省人大會議閉幕，通過廣東省代省長朱小丹接任省長。駐廣州記者伍慧慧報導。做咗2個幾月廣東省代省長，朱小丹終於喺廣東省人大會議以740票贊成、3票反對、6票棄權當選省長。朱小丹同志當選為廣東省省長。
佢同上一任省長轉任全國人大僑委副主任嘅黃華華握手。佢提出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包括加快省市兩級向鄉鎮兩級下放管理權限，又將部分公共服務管理權力轉移俾社會組織，又會將政務公開接受群眾監督。被問到點樣處理地方嘅徵地糾紛，佢話要以法治去解決。有些地方的社會矛盾甚至群體性事件，是因為我們在徵地當中沒有依法辦事，傷害了農民群眾的利益引起的。所以今年開始，就是要在法律上確定以土地為核心的這部分財產權是屬於農民的，不能隨意的侵犯。朱小丹又話明白到港澳企業喺內地做生意嘅時候有經營嘅困難，日後落實一啲政策嘅時候，亦都會考慮到佢哋嘅需要。今年59歲嘅朱小丹喺廣州出世，曾任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副省長等等。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伍偉偉報導。喺意大利各戰豪華郵輪協和號有漏油跡象，當局要喺周圍設置隔油帶。救援人員用炸藥喺郵輪船身炸開一個窿，方便佢哋進入之前去唔到嘅樓層，搜索失蹤者。意大利消防部門發放片段，見到船艙內一片凌亂。救援人員喺傾側嘅船身舉步維艱，要用繩索、甚至要由直升機協助。救援人員話，郵輪所有露出水面嘅地方都已經搜索過，相信再揾到生還者嘅機會越嚟越渺茫。風浪大令搜救困難，亦令郵輪漏油嘅機會增加。意大利環境部長話，郵輪四周海面已經出現油漬，協和號載有2300噸燃油，擱淺海域附近係海豚同鯨魚保護區。當局以防萬一，已經喺郵輪四周設置隔油帶，防止油污漏出，污染海洋生態。郵輪公司聘請荷蘭一間專家公司協助運走殘骸同抽走船上嘅燃油。協和號擱淺附近一帶嘅海域有唔少礁石，船公司指係船長擅自決定駛離指定航道，令郵輪觸礁擱淺。船長斯海蒂諾目前仍然被當局扣留。無線電視記者林美祥報道。美國加州一宗嚴重車禍，被撞嘅私家車掛在天橋嘅欄杆邊，消防員要用盡各種方法救出被困嘅一家三口。意外入面被嚴重撞毀嘅私家車晾咗喺圍欄中間，搖搖欲墜。36歲嘅女司機同10歲嘅女以及10個月大嘅 BB 被困喺車廂。大批消防員營救嘅時候都要格外小心。Each time we try to pry her out, the car kept slipping over the side a little bit more. 就喺呢個時候，事情出現咗轉機。原來美國海軍嘅工程人員啱啱喺附近，佢哋更加有一部起重機，呢一個正正係穩定架車所需要嘅工具。Extremely lucky. We were really lucky that they were there, and they offered to help. 架車穩定咗落嚟之後，消防員陸續將一家三口救出，3個人只係受咗輕傷，送院治理後並無大礙。事發喺上星期4，出事嘅私家車當時正係沿住加州101公路行駛，突然被尾隨嘅一部運沙貨車撞到。由於衝力好大，私家車失控打轉，一半車身衝出天橋外，貨車就衝破圍欄，由條橋直墮100米下面，並發生大火。48歲嘅司機當場死亡。無線電視記者張立恒報導。新聞報導完啦，再見。